喂。好，当我说到PPT。是，好，好，是，好。那当我说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老师就会下前奏了，好。PPT 不错哦。不请回开的残边，风吹来秋味。PPT 不对，要上一页。孤单流浪的白灵是。浩志 ，PPT 不对哦 ，PPT 不对。我们再一次好了，好，好，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再一次哈，再一次。再上一页。他第一句是“母亲花开伫田横边”，对。好，对对对，这个才对。好，这个是第一页啊。好，好，来等我一下哈，来，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哈，Y in one 放袂记哈，不好意思，中间有一个字袂放袂记，但因为他那个字可能就是找不到，嘿，他有一个嘿 Y in one 袂放袂记，好，要记得哦，哈，好好来。好好。
好，好，是好。那当我说到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母亲花开伫田园边，风吹来笑眯眯。孤单流浪的白灵时，想要飞去你身边，一种思念的香味，我永远袂放袂记。亲像故乡的名字，时时叫我倒转去。母亲花开的时阵，我拢会来想起你。你是上帝手赐我，永远疼痛的恩惠。时间是无情的流水，将咱隔离来分开。我知影，总有一日，咱会搁来相见面。好，只有4、2、3、4拍而已，来。母亲花开伫心内面，我头看落去味。你的经验点点滴滴，予我想起囡仔时。你的鼓励甲安慰，一款无名的滋味。伫暗暝对我闪闪时时 ，Orange day 哩哩，母亲花开的时阵，我拢会来想起你。你是上帝祝福我，永远看顾的表示。你是我上水的花蕊，也是一生的甜蜜。你是我生命中永远的 Orange day 哩哩。好，放慢一点来。母亲花开伫心内面，我永远思念你。金宇这首歌，长老要不要讲最后的那一句？你讲最后那一句，母亲节快乐，好不好？然后长老会带着我们一起说，好，就是母亲节快乐，谢谢大家，好，谢谢。刚刚就是第一段唱完的时候，会要停4拍，
好，停4拍，然后才接母亲会，对，它中间会停一个4拍，好，然后呢，对，母亲会，好，会有一个这个4拍，然后间奏接第2段也是停4拍，好吗？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尾棒哇音万尾棒尾。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好，大家母亲节快乐。好，咱今仔日要开始进行咱做伙来锻炼咱的诗歌，咱先开信诗177首，圣诗177首。那个在我们座位前面的圣诗。哦，有印出来了呢。 好，好，咱做伙来唱哦。一起来，好，然后一起来，1、2、3，一心一观上帝，因根配满天地，被叫是心三位一体，因万定的心会，回来兄弟姊妹，大家天白好好，隆重当心好赛好中的。
大信息第75首。我们唱咱唱第1跟第4节，哦。来，天父上帝是大灵爱，你离我心，因我无悲，可上进来，最最不知，伊大慈悲，时时现现，主大灵爱，伊万被我，罪我盾牌，不依错，心意的人通知我，欢喜，路无煞。咱今日团练到这，咱来备办新今仔日的聚会。恁着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万百姓中间讲起伊奇妙所做，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恶乐。伫伊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伫伊的圣所有权能甲荣光。咱做伙来吟圣诗第177首，至圣至权上帝，请咱会众起立来吟。为
咱犹原兄弟，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入来受苦，定12个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地大恁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咱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活命。阿门。请坐。交读启文，启文第4篇，伫咱的信息的后壁第5面，信息后壁第5面。启文4篇第16篇第4，我来启咱来用。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的人啊，你捌对耶和华讲。论到地上圣的百姓，用别个神替换耶和华的，伊献电火祭，我无要献。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份业。所让予我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我要学落迄个教示我的耶和华。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神快乐。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下伫阴间，伫你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三角来祈祷，亲爱的主，愿搁一礼拜来到你恩典的厝来敬拜你。愿自己，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愿要吟诗，因为你是允许世间人一切好物的上帝；愿要感谢，因为你听阮告急，甚至献你独生的圣囝来救赎阮。亲爱的主，愿知信主人毋是逐项代志拢无顺序，拢顺序，破病的人拢得到医好。上帝无讲天气拢是好天，袂落雨；上帝嘛无讲咱人无病袂破病。但是上帝应允伫伊的内面有平安，伫困苦中有恩典，伫人生的风影中，主要甲咱同在。当咱拄着戆野恶担当的代志的时，主你甲阮讲，众人拢失信。但是我犹原通信，我爱你爱到底。愿伫你听的阳光中得到超自然的力量甲毋望。伫这礼拜四，阮所敬听的承受者离开世间，到伫你替伊备办一个好的土地，搁较水的故乡，就是伫天顶的厝体。阮虽然毋甘。但是，阮确信，伊已经互天使接去，行伫天堂的路上，倒伫主的怀抱中，享受永生的福气。亲爱的主，当世间人拢伫超找永远的福气、久长的喜乐、出人意外的平安的时，感谢主，你已经选阮，认捌你是阮一生同介水的祝福。正做你的囝儿是阮上好的福分。信靠耶稣真正甜蜜，跟主的人真正有福气。
主啊，阮感受到做你囝儿所得到即款的疼甲恩典。今日是母亲节，感谢你赐阮性命，互阮有母亲，特别为所有的母亲献上感恩甲祝福。感谢世上每一个老母的疼甲耐心，伫逐日的生活中为家庭的付出甲守护，无论当咱伫阮的身边，也是已经转去你怀抱中的，阮拢深深怀念，并且感谢因。愿咱前来主将逐样的欢喜平安，享受天下所有的母亲，以及来到你面前的人，拢得到你信心、关灵甲满满的疼。阮安尼祈祷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学老，咱圣歌队今日要用一位老母祈祷的诗来献诗。
圣经记载伫诗篇80篇第1节甲第7节，伫咱的周报的后面，卖当看诗篇80篇第1节甲第10节，我来读。以色列牧者带约瑟，亲像羊群的，求你压耳孔听。坐伫基路宾的顶面的，求你发出你的光，伫以法莲、便雅悯、马拉西的面前，展出你权能来救阮。上帝啊，互阮倒转，互你的面发出光，阮就得着救。万军的上帝耶和华，你往你的百姓所祈祷发出受气，哪会遐久啊？你用目屎做食物，互因食；搁牛侪侪目屎，互因啉。你互隔壁国因为阮来相争，阮的对敌三角得笑。万军的上帝啊，互阮倒转，互你的面发出光，阮就得着救。你对埃及山一丛葡萄树赶出日斑来栽伊。你伫伊的头前摒空土地，伊的滚顶青，就生炭满地。伊的影掠目才会山，伊的枝亲像真好的百香树。咱今仔日讲到二节牧师所讲的题目是求耶和华的帮赞。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特别，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伫万人的中间来拣选阮，互阮来到教会做伙来敬拜、学到你。愿你赏赐信心、亲自来带领阮每一兄弟姊妹。阮有伤心。毋甘委屈，也是最生命中的问题，愿主你安慰阮，你怜悯阮，你帮助阮。透过你的话，互阮看到迄个伫黑暗中看到迄个光，互阮的心搁火热起，互阮的心搁有盼望。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如今一个愈来愈进步的社会，大家应该拢有感觉，但是这个社会互咱感觉是愈来愈复杂，尤其是人的心。一寡过去咱想袂到的代志，毋敢做，也袂做的，竟然一项一项的发生，大家拢啊当作是正常的，我们都是一个日常。咱对这项代志来看。咱遮也去捷运站附近，咱就看真侪人笨手乌白蛋食薰一边食一边行，拢无管到别人有啥物感受。大项代志咧，咱看迄诈骗骗人的代志，毋是因为发生，咱政府有真侪方式，但是咱看嘛是无效。咱会使讲诈骗的代志已经失控啊！因为咱的贪婪，造成咱人甲人彼此关系愈来愈不安。昨昏牧师嘛，接到一通电话，没有显示，我犹豫了2秒，到底要不要接？后来还是接，我惊是不是会友卡好啊？刚才不是诈骗的，因为开头是0777多少？这看是不是就这诈骗集团呢？刚才是一南部的牧师打电话给我。我惊一个因为咱会惊，互咱真惊，甚至咱真久无啥见面的亲戚朋友，突然间敲一电话给你嘛会担心，伊是毋是有啥物代志，要来借钱哦，还是怎样？咱原来如今这个时代非常的辛苦，大家拢承担真大的压力。如今这个社会，
无意识到，伊咱无感受到，咱这社会已经破病啊！这是非常恐怖的一项代志，就是当咱一个人无病视感，咱莫讲社会，咱家己嘛同款。迄个贪婪的人，伊无感觉伊咧贪婪，伊感觉骗人是真自然而然的代志。讲白茶话嘛是真简单、真自然而然的代志。当咱无病视感的时阵，咱要如何啦？对症下药呢？咱透过今仔日的经文来帮助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经文诗篇第1节。诗篇第1节，第1节到第2节，第1节到第2节，咱讲今日诗篇是咧讲什么的背景？咱做伙来读诗篇第1节到第2节来请。以色列的牧者，带约是亲像羊群的，求你暗耳空听。这伫今日冰顶的顶面的，求你发出你的光。伫以法莲、便雅悯、马来西的面前，展现出你的光荣来救阮。以色列就是一群伫信仰的顶面，因无病视感的信仰的团体。咱讲以历史为镜啦，以色列这个民族原来因是伫埃及做奴才，受压迫的生活。400当了后，上帝的怜悯，差遣摩西带上帝子民出埃及，要互因过新佮自由的生活。咱今日在座有真侪咱的社区的虽然对圣经无了解嘛，知影摩西这个啦埃及王子一寡卡通还是电影上帝将老年甲密的所在，就是迦南地赏赐予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百姓因无做啥物，因白白领受极大的恩典，互因开始有新的生命。亲像诗篇80篇第8节到第9节今日本来牧师选的经文是第1节到第7节但是真美长老咱读了第8节到第9节伊有遐尼感动，所以拄有听第8节到第9节讲啦。你对埃及撒一丛葡萄树，你就使上帝葡萄树就是以色列这百姓来到迦南地，上帝赶出的邦，甲以色列像葡萄树栽种伫因迄个所在，让他们可以安身立命。这是一把新祝福、受祝福的画面。但是以色列的百姓当因生活稳定了后，就受当地的文化影响，因开始无遵守上帝的诫命律法，反倒去拜偶像。袂记得上帝对因的恩典，什么恩典？就是对因埃及人救赎的，这个恩典，因渐渐就离开上帝。而以色列分做南国甲北国的过程的中间，上帝犹原怜悯，不断差派先知。一位搁一位对因的警告，呼吁因爱回头啊！回头是什么意思？回头就是回转咱开车，咱拢有一个经验咱即摆要去北平，我们要往基隆去，但是如果说我们走错路，我们就会往哪里走？一直往到台中去啊！咱回头啊！有时你导引影响咱看不了清楚下错交流道，你马上要回转了，你也无回转就已经行唔到路。但以色列百姓因将耳孔关起来，无想要听先知的话。以色列人因的红棍真顶的意思就是因真绝情啊！以色列人的心已经受黑暗的关系来控制，以色列人因回头无认上帝。甲人行家己眼中看做对的代志，因想要照做，就是照做。安尼现象是毋是听起来好像咱现今的社会嘛是安尼？伊想要照做就照做，毋是今仔咱台湾，咱看川普，
伊想要造罪就造罪，从我即摆全世界乱七八糟。咱即摆诈骗集团，伊想要造罪，我食薰，我想要乌白蛋，我就是要乌白蛋，我拢无想别人会受影响。你看上帝亲自出手管教予北国嘅以色列先受这个国家掠走。上帝审判你看北国，就是要看南国嘅这个兄弟啊，犹大。因有法度回头来改变我，兄弟姊妹，这是一段活生生、血淋淋啊、人性的战争啊！咱在座，咱每一个人每一天拢咧经历咱人性的战争。我们与恶的距离很近，咱无一个人讲伊偌厉害，有法度不会被诱惑，不会贪造出来。但是这嘛是一个光明甲黑暗属灵的战争。经文第5节到第6节讲到以色列的因的下场有非常的歹。咱做伙来读第5、6节到第6节。离酒杯后壁面吼来请，你用目屎做食面，互因食；搁让做目屎互因啉。你互因隔壁国，因为阮来三支。阮会对敌三角一笑，这里描写以色列因为战争的恐怖，连食拢是问题。当咱无限食的时阵，咱就是会艰苦流目屎，总会目屎拿到食落去。上帝的子民的子民竟然行到凄惨的地步，原因就是因为因离开上帝，无求耶和华上帝的帮助。因拢是要靠家己。兄弟姊妹，伫如今复杂的时代，咱更加需要上帝的救赎。你在座的你的我，你甲我，咱拢有一段受上帝救赎的故事。安尼，你较法度来教会。认为牧师嘛是同款。伫阮33岁进前，阮也毋捌认捌上帝。但是当阮互上帝救赎了后，就开始阮一段受上帝救赎的故事。但是如今基督的教会的情形，互咱感觉真惊吓。第一，受神国神学的想法来到教会，有过头将咱的上帝当作有求必应、一定会祝福的神明。第二，将教会当作俱乐部，来到教会是哪？消费者的心态，爱人来服侍、关心。第三，就是真做是内聚的教会，有这个家族、这个派系，外口的人要入来真困难，因为这是哪？伊讲这是阮的教会。但是咱拢知影，教会是什么人的？教会是上帝的教会，就是因为教会是上帝的教会，咱今日遐尼真欢喜，咱真侪社区遐侪人来到教会，才能做伙做礼拜。这个情形拢是世俗化、价值观的现象。当教会愈来愈世俗化，教会的问题会愈来愈严重。教会也渐渐会亲像社会。教会是自然而然的滑头，离开救赎咱的上帝。真理彼此相听，三权龙的教导无人爱听。当无使你讲这款爱彼此相听的时阵，爱原谅别人的时阵，无爱听的人同款，将耳孔关起来。结果就是教会内底渐渐产生侪人甲人彼此的分心、意见冲突。伫到教会内，咱就看有真侪人忍心倒退，甚至伤心离开教会。这敢毋是真侪教会真实的现象？安尼信仰团体的危机，其实就好像今仔日的诗篇80篇背景是同款的。以色列这个民族因得罪了上帝，离开上帝，安尼落去，
咱的教会，咱检查的亲像以色列同款，互上帝来管教。咱拢知影，逐项代志的危机对着一个开始。咱家己厝的危机，敢对外口来？咱国家的危机，感觉是对外口的来？毋是咧。咱拢知影，有危机出现，根本的问题拢是出现伫内部的问题。咱家庭会发生问题，拢是咱家庭内底彼此无和谐，开始问题。外口的迄个人扭的是啊，野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同款。咱的国家嘛是同款。当咱团结，外口的人哪有可能会遭咱欺负咧？信仰的团队嘛是同款。当咱人内心的贪婪，对咱人内心的贪婪开始。你这个资讯爆炸、流通快速、佮贫富差距的这个时代，人常常无小心就受咱这世界的骄傲、肉体、情、外在的需要，在咱目睭看掉，在咱目睭看掉。伫到咱人好亲像活伫黑暗中啊！无是讲这黑暗中是灵性上面的黑暗，毋是讲你真正目睭无看。有的人目睭无看，但是伊比咱有目睭的人佫看较清楚。我们是在灵性上面的瞎子。伫到咱人啊，行家己眼中看做对的代志，做的爱做的代志，良心放一边。而信仰的顶面，咱无小心就像宗教的外表。挂名的基督徒，因为咱对这个世界的需要，对这个世界惊吓、不安、甲担心，赢过上帝的审判，甲上帝听的诫命。意思是安尼讲，咱对看袂到的上帝，咱毋是真了解，咱嘛毋惊，当然咱就毋知影要怎来挖苦伊。反正咱是活在迄个五花八门的那个。金文财宝地位，这个世俗来吸引，甚至对着咱，当咱对着艰难困苦惊吓的时阵，咱超出其他的方式要来处理，咱无求耶和华上帝来帮助咱。这是如今咱基督徒现在的基督徒的信仰的底面，我们遇到了一个盲点甲困境。什么盲点甲困境呢？咱伫信仰顶面常常双脚打相准啊！我们也常常以自我为中心，咱讲的比做的较多。下面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经文第3节到第4节，第3节到第4节，咱做伙来读来请上帝啊，互阮倒转，互你的面发出光，阮就得着救。万军的上帝啊，耶和华，你用你的百姓的祈祷发出上去，要偌久啊？诗篇80篇的诗人，伊知影，以色列这个国家已经陷入罪恶的中间，伊敬拜偶像，无存谦卑的心，行公义，好人民，因早就得罪了上帝。这就是讲，咱教会袂使家己把门关起来，迄变成内聚的教会，那毋是。咱来去关心这个社会的需要，一得到了上帝，和上帝出发。但是这个诗人的祈祷中，上帝啊，你会生气，你莫生气。你若要生气会使，毋通伤久啊，毋通伤久。诗人知影，如今无法度改变。如今要改变，毋是靠人，较靠君王的力量，只有求耶和华的帮助，求上帝的救赎。所以经文第3节说，第3节讲，上帝啊，互阮倒转来，互你的面发出光，阮就得着救。诗人看到是一个希望，什么希望？伊知影上帝虽然是公义审判的上帝啊。但是咱知影，上帝嘛是愿意怜悯人、帮助人的上帝。所以事实上帝救
是恁求上帝帮助伊的百姓有倒转的力量。诗人求上帝帮助他有回转的力量。用牧师在听的怪怪，回转的力量。意思是讲，当咱人无病逝感的时阵，咱食薰感觉是乱丢。当咱人陷入罪恶入侵的时阵，好亲像跋入一个墓坑内底，咱是无法度靠家己的力量爬出来，你敢知？咱知影中毒的人为什么遐歹改变？一定爱去戒毒中心，因为伊无法度。牧师较早咧上班的时候，拄到我一个同事，伊啉酒啉啊中毒。正常的时阵来上班，一礼拜上2天、5天无看到人，为什么？去厝的规桌仔顶拢是竹叶青，因为中毒，伊无法度靠家己来行出来。无病逝感的就是安尼。这以色列的百姓呢，已经陷落伫迄内底，因无法度倒转回转的力量。接续第7节的经文。第7节经文安尼讲，万军的上帝啊，互阮倒转来。诗人讲安尼讲，互阮倒转啊，互你的面发出光，阮就得着救。其实咱拢知影，上帝从来无离开伊所疼的囝儿。无咱爸母共款，今日母亲节，咱爸母共款。咱的囝，我有信生气走出去，咱共款拢会等伊。咱袂离开上帝嘛是感觉，上帝拢毋捌离开所疼的。事实上是啊，是因是甚物人？就是以色列上帝所栽种的这个葡萄树，因一遍搁一遍啊，绝情弃散离开伊的上帝。所以诗人的祈祷愈来愈迫切，伊谦卑的祈祷，求上帝在伊的人民的中救赎以色列，看顾以色列，互以色列这民族一个恩典。恩典的意思就是，咱无法度看咱人来做的，叫做恩典。赐予因一个悔改的心。赐予因一个悔改的心。圣经内底嘛有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就是上帝赐予伊一个悔改的心，伊较有法度，浪子较有法度回头。当人有悔改的心，就是在开始审查自己。咱嘛希望迄诈骗集团有一个良心发现，伊知影呢，诈骗是毋对的时阵，伊就会有一个悔改的心，就是有毋忘。这嘛是就是代表，当咱这个人咱有病逝感的时阵，咱就有机会得到解救。那诗篇51篇17节来讲的，上帝讨做阿的罪是忧伤的心，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无要看见伊，回头悔改。当咱回头悔改，是帮助咱甲上帝重新恢复关系的时阵。今仔日是母亲节特别主日，牧师伫遮祝福所有的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常常有主的恩典甲恁同在。感谢主，互咱今仔日有咱的社区咱的乡亲甲咱做伙来庆祝。咱咧知影咱遮社区好厝边因一礼拜来教会时间可能比恁较久哦。弟兄姊妹，真在座真侪人是礼拜日较来干教会。咱在座的乡亲，大家基本上拢一人拢来2天，都会参加2个节日所以因来教会呢是因第二个家因等下嘛为了咱来献诗，所以咱等下这是一个真水的画面。牧师就想到约翰福音书内底有讲，耶稣希望咱羊条外的羊，甲羊条内的羊合作伙。所以这个等下咱会听因献诗。约翰福音书3章16节安尼讲：上帝疼世间人，将独一的囝赐予世间，
要互信你的人袂灭亡，反转得到永远的活命。耶稣是咱世间人活命的机会。教会这2礼拜真无用，阮真侪兄弟姊妹的心情也真复杂，也是毋甘。因为这2礼拜的时阵，毋但今仔咱教会、咱社区好厝边的长辈，咱有发生真大的代志，身躯袂爽快的代志。过去的中间，咱有大院的，也有咱社区一个姐妹突然间昏倒，咱来送去病院急诊，发生遮大的代志，而且在姊妹牧师，我有够艰苦的，我牧师帮你祈祷了，你爱家己求耶稣来救你。阮即摆也有一个姊妹伫中心医院，发现到胆里面有结石2公分，2公分应该真大伊非常的艰苦，非常的艰苦。打电话给牧师，牧师去遐看，牧师讲你真正艰苦，止痛药阁无效的时，你就来叫耶稣在你帮咱。这2礼拜咱也有咱敬听的进修节来离开咱。咱对啊看咱社区因真惊吓，因为进修节嘛有参加咱社区的活动。咱毋甘，但是咱犹原有真大的愿望。什么愿望？就拄只约翰福音书3章16节讲的，互信耶稣的人袂灭亡，反转得到永远的活命。弟兄姊妹，咱伫世间的活命，毋是永远的活命，毋是永远的活命。所以进修是伊虽然离开咱，但是因为伊信耶稣，伊得到永远的活命。弟兄姊妹，咱拢知影，咱人的一生无可能一帆风顺，我们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都会有高山有低谷。咱的生命加减拢会拄着艰难甲困苦，因有，互咱行毋着路，甚至拄着死亡的难题，互咱无小心就陷入黑暗的中间，一时看袂清头前的道路。唔通惊，无需要来人讲，咱唔通惊，唔免惊。耶稣要帮助咱脱离这个世界对咱的攻击，只要咱愿意悔改、认罪、回头，耶稣一定会帮助咱。搁我的耶稣会帮助咱经历一个专心搁自由，咱日日有平安甲喜乐新的生命。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阮的至亲，咱的姊妹离开咱，咱心内有真大的毋甘。但是咱透过这个事件，互咱知影，咱犹原爱抓住主你本身，伫咱世间的路上，咱爱温存来做主的工。咱搁爱伫日常的生活中间做好的见证，因为咱毋知影上帝你当时要将阮的命调走，帮助阮伫珍惜阮每一天，你守护阮的活命。阮来为主做见证，阮来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回应诗信息第75首，天父上帝至大仁爱，请咱会众起立来吟。我
请坐，即时奉献。咱请长返的同工。请咱大家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请坐。咱即马来进行公道。咱的周报，咱看公道的事项，咱共款为了教会义商成全正信徒万民该祭司来即个主题来祈祷。第一项，佫为着咱世界真正的应有终结，求耶和华帮咱，愿佫较来挽靠主的稳定甲快乐。咱为了咱的机体咱为血营者、配练者、赎身者、赎回者、丽水兄、树根兄、怡君、志坚、以诺、成功兄、秀荣者、阿美者、林杰兄、亚娜姐。亚娜姐拄即马坐飞机为巴西转来，甲俊杰，毋望因路途一切平安。佫调太牧师、美玲、玉珍，牧师拄有讲，即马伫中心医院，明仔载要做腹腔镜的手术，咱来缀祈祷，咱来为着郑秀杰因的遗族的信心来安慰。咱第三，为着咱建成教会儿童主日学的老师甲家长，来往咱的真理来去做，用真理去做因的生命，用主的智慧来教导细囝。因为今母亲节，这细囝是真要紧的互因来带伫咱的教会中间，较等咱会当看到因伫遮来庆祝母亲节。咱为着世界上的所谓紧张冲突的所在来祈祷，咱遮有写以巴、俄乌、印巴两岸等等，求上帝怜悯，彰显公义。咱即时来做伙祈祷。主啊，你是阮的神，你是阮的主，你做阮的老爸，做阮的囝儿，你时时看顾保守全这个世界。看好阮每一个人伫主的内面，拢会当得到平安。伫主内底当超者永远的平安。主，阮无惊吓，阮无失志，因为主你看好阮，亲像目睭人。主你互阮的心神意念，拢会当得到主。阮会当来互靠主来得胜，阮来靠主来当来勇敢。主耶稣，你是阮的主，你
敬修节关系，看过天天节伊辛苦伊会好，阮拢为伊来祈祷，在阮的祈祷中，祝你互阮好事事，保守看顾一切。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用永远的听来听阮，阮是你的百姓，是你拣选的囝儿。感谢你做阮坚固的石盘，永远的倚靠。耶和华，你是我的主，除了你以外，我无别的福气。求主看顾教会身躯白疼的，后住院治疗，也是伫厝疗养的兄弟姊妹。求你也看顾社区的每一个阮的好朋友，求你保护因，亲像保护目睭人，将因看目伫你的舌下，用你性的保惠掠看医治，顾守因。求主看顾阮的国家，面对两岸的无平静、关税、金毛的冲击，求主做阮代代帮赞，互朝野政党拢总为台湾人民的安全甲幸福来拍拼，也保守在座每一位母亲幸福、健康、快乐。求主听阮祈祷的声，阮也要用你教示阮的主祷文，安尼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能教，你的旨意伫行，伫地里像伫天里。愿日时也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人，无伫错阮日子，就救阮脱血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代代无尽。阿们。咱今仔是母亲节，咱真欢喜来参加母亲节感恩礼拜。咱即马的时间，就是咱有要请咱社区，咱这庆祝的节目有社区，啊嘛儿童主日学嘛有青少年。咱首先请社区咱的银华族因的歌唱班吼，是胡义芬老师带领的哈，然后每一礼拜伊拢我参加拜伊的志工哈，每一个人越来越会唱歌哈，每个人声音越来越美妙哈。当年因拢会来献诗哦，我们来听听看他们声音是不是更较好哦，更较水哈。今日伊要唱的歌叫做《母亲花》哦，很好听的一首歌啊。咱欢迎咱社区的银华族的歌唱班感谢咱胡义芬老师的指导哈。再用一首《母亲花》来祝福每一位母亲都能够得到上帝大大的恩惠跟智慧，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最爱求你。
是无情的流水，将咱的离咱分开。我知影总有一日，咱要搁来相见面。有情花开伫心内面，我头看落稀微。你的身影点点滴滴，予我想起今仔时。你的鼓励甲安慰，一款无名的滋味。伫暗暝对阮闪闪星星，哦人人离离，有情花。花开的时阵，我拢会来想起你。你是上帝祝福我，永远看顾的表示。你是我上水的花蕊。也是一生的秘密。你是我生命中永远的 orange daily。有情花开伫心内面，我永远思念你。把这首歌献给所有在座的妈妈，还有我们天上妈妈。那祝大家母亲节快乐！谢谢大家，谢谢长老，谢谢牧师。有好听无？咱的永华族好主编吼，今仔献这条《母亲花》是很好听的一首歌吼。母亲伫咱的心内，咱永远孝念伊，无管是即马伫咱身边，还是伫天顶，咱拢永远孝念伊。咱搁列句要请咱教会天真最可爱所有母亲，也是会细汉囝，因要来献诗吼，来表演吼，咱请李董朱丽欧佑豪校长带领的儿童主日学。这是咱教会即马的儿童主日学吼，校长领军吼，我们带领咱的儿童主日学来今日为了妈妈母亲节来献唱。还有小朋友吼，还有小朋友，还有。
加油！水流咱的老师哈，来我们看到以轩老师还有盛祥老师哈，来他们都是指导艾轩老师校长一起拍个照哈家长要一起也可以哈，家长欢庆的日子，母亲节跟妈妈一起同享快乐。好，慢慢走。谢谢所有的朱里欧小朋友，还有费心指导的朱里尔老师，还有教养孩子的妈妈们。好。圣经有一句话讲，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哈。嘛，咱教会有这种传承吼，将咱的信用一直传承予咱的后一代吼，代代相传。过来是主日学，过来是青少年，青少年团主日学了，
咱够主日过来的青少年哈，我们教会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上来哈。啊，青少年他们功课比较繁重哈，可是他们也是有安排了他们的。请会长吗？那时间交予青少年的会长。青少年已经出场了哈。喂喂。3号，我的声音。喂，1号。喂，1号有声音吗？喂。你好。请大家稍等片刻。小时候你对我说，要勇敢地向前走，不用害怕，不用紧张，因为你会陪着我。人生总有些失落，你却要我抬起头。你告诉我梦想成就，只是面对自己的承诺。寻找自己的未来。祝你母亲节快乐，让你每一天快乐，真实自尊是幸福的，未来的日子都由我负责。祝你母亲节快乐，要让你每一天快乐，这一辈子我是幸福的，因为有你陪伴着。祝你母亲节快乐，让你每一天快乐，这些日子真是幸福了，未来的日子都由我负责。祝你母亲节快乐，让你每一天快乐，
请帮我举高自己的双手，2只手都举起来，把双手借给我，大家一起打拍子。然后我们要请大家等一下唱2遍副歌，就是祝你母亲节快乐那边开始，然后来祝各位母亲节快乐。然后如果你自己是母亲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祝你母亲节快乐改成祝我母亲节快乐，可以吗？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拍手，5、6、7，祝你母亲节快乐，只要你每一天快乐，这些日子真是幸福了，未来的日子都由我负责，祝你母亲节快乐，我是幸福的，因为有你陪伴着，因为有你陪伴着。谢谢大家，祝各位母亲节快乐！谢谢我们青少年团契哈，他们为我们做一些影片，还有唱一首诗歌啊，让今天里将庆祝母亲节哈，大家一起来，谢谢。还有啊，拍照，哎，对，青少年团契的辅导，对，拍个照啊，他们进来我们的辅导啊，还有妈妈一静也有来哦，今天母亲辅导也是辅导哈。以上多谢社区的关怀，以及咱的儿童主日学和青少年团契为我们母亲节安排的节目。以上今晚要来报告。今仔日咱来看周报吼，周报后面吼，咱遮来看教会的消息吼。咱今仔日就是为了母亲节的感恩礼拜，咱特别欢迎咱的社区的学员们哈，关怀据点的歌唱班的学员来跟咱做参与。咱的儿童主日学青少年团契，拢用诗歌影片，带咱来做伙，对咱所有的母亲献上感恩甲怀念。咱也祝福每一个母亲有耐心甲智慧来建立家庭，完成咱伫耶稣基督内底，咱来对咱母亲有好的回应。你这样要来报告的是，我们今天母亲节有礼物哈，我特别精挑细选哈，来报告一下哈。咱即马吼，教会咱就是咱疼厝边亲像家己，咱疼关怀弱势团体，这个是咱基督的一个精神哈。所以阮呢，不管父亲节、母亲节礼物，其实咱大家拢就有啊哈。我们只是一个心意，所以我们会有一个都是有关怀弱势的机构。这一次我们有选择一个叫做自闭儿家庭协会哈，也附设非爱不可，一种也是自闭儿，我们非爱他不可，不要因为他是自闭儿不喜欢他。他们手工制作的香米1包啊哈，我们这有制作这个非爱不可的香米1包哈。因为这咱较实用哈，做每个妈妈一定要煮饭哈，所以也可以给这个送给你们。今日食米无够趣味啦，所以搁买这个3协成的手工饼干，让你们下午茶有空可以喝茶，然后开心一下哈。那我们今天的礼物就是有这个弱势的那个关怀协会的非爱不可的自闭儿的这个香米1包，还有一个3协成的手工饼干送给妈妈哈。那我们请我们所有的青少年团契的朋友、小孩子帮我们所有的妈妈们站起来好了，我们来，那所有妈妈咱站起来，我方便赠送礼物给你们了哈。来，亲爱的妈妈，拢站起来哈，我们妈妈辛苦了，谢谢你，妈妈辛苦了。来，有收到的妈妈们就可以坐下来。
讲吼，这个咱是用纸袋装吼，所以吼重量有一些吼，你唔好落地吼，小心一点吼，要稍微因为有不加有混流吼，那我们刚好用3斜层这个纸袋装哈，请咱大家小心拿哈。楼上的有在花哈，楼上的妈妈们有哈，好。今天你若无来，其实我们下礼拜也会给他哈，说没有关系哈。确定每一个妈妈母亲节都收到这份礼物哈。好，每一位拢有收到啊哈。来，我们每个人拢有收到母亲节礼物哈，请注意哈，这个米甲迄个饼干哈，我们这是纸袋装而已哈，唔好给它落地哈，因为还是要捧一下哈。那记得这个礼物是我们建成教会送给在座每一位母亲的礼物。好，我们现在要继续要来报告哈。咱5月13号哈，银华族拜礼哈，咱的社区银华族哈，宣布不是刚才今仔歌唱班所有的哈，咱有安排一日游哈，地点伫虎头山公园哈。等等地方咱来为因祈祷，会当互因出入平安。拢总有85名吼，咱2个牧师会甲因做伙咱做伙为因来祈祷。第3就是5月25爱餐了后吼，中道教育部有举办一个叫做全教会的趣味竞赛，要参加的会友伫1楼来登记吼，以便咱的教育部也是主办单位来举办所举办的一切，请咱兄弟来参加咱这趣味竞赛，就在1楼举行而已哈。第4，咱中即回2月，咱顶半年度的信餐奉献，由宣教基金支出1笔3万块，要援助迄个缅甸地震灾区的重建来用哈。第5，咱2025年3月的财务表已经刊登伫公报栏，请咱家己来看。过来就是咱较毋甘的消息，就是咱的汪林静秀姊妹吼，伊伫个5月初8中昼安休主怀，今年拄好满80岁吼。顶届咱伫教会搭搁也庆祝生日，伊定伫5月17拜六伫9点伫咱的二滨这二滨叫怀爱厅啦，吼，伫个至真一厅举行告别礼拜，火化安葬伫林口的家族墓地。要参加个别礼拜，请会记伫柜台来登记，奉献面世，请咱大家来看，有订单甲过节来登记。最后，咱来吟上。我是补充一个，兄弟姊妹大家听到郑秀姐离开，咱真正真唔甘吼。等下有告别式的时间吼，因为真紧吼，真紧吼。5月17号就是下礼拜六，如果要参加告别礼拜的人到1楼去登记哈。那这边没有让你们登记，就是安葬礼拜就是咱你殡仪馆火化了，我们要到他们的那个墓园，但是因这是你林口的家族母，他根本没有。伊拢无地址哈，另外就是伊的路拢真碎条，连那个中巴、小巴都进不去了，什么都进不去哈。所以那个家属这边还有牧师，我们商量，为了安全起见哈，那我们大家就不要去安葬。那原则上就是牧师跟长老们我们自行开2辆自行车，我们去来举行这个自行车自用车的。自行车。
两辆的轿车，魔术记真有较忝哦。那个因为惊大家过来给你们魔术为什么没有那个那长辈我知道大家都跟金秀的感情很好，那我们在告别礼拜我们就好好的来送他，来送他。以上补充。上营信息514首，打要线回求助处吼，请咱起立来吟。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帮衬甲扶持安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咱今母亲感恩礼拜到这，咱会当线只楼骹，咱有爱餐，请咱大家来享用。